高雄地区这3、4月时阵，捌出现真侪乌苏邦啊，想袂到最近落大雨又搁变济啊，民众含这环保局拢要赶紧来防治。这些都是小黑蚊子。民众的脚有几个红色的斑点，拢是乌尾定的。高雄美东3月、4月4个拢是乌尾，本来已经较好啊，但是最近连续一直落大雨，乌尾搁开始出现，互民众是真困扰。我们这边那个小黑蚊叮得要死了，没有人住在这边，每个人叮到，整个都是洞，整个洞。你只要不点蚊香，它全身都是一个包一个包。民众点下草的芒仔香，毋那美东，前几天高雄各地雨势无断过，赶快伫3月、4月拄着乌尾危机的照常，风电甲囝的市民来定前湖运动，规粒头拢包安安。最要定的地方就是眼睛跟耳朵。环保局清洁队今年3到4月，针对户外及公共区域进行化学防治，但化学防治仅能暂时降低小黑蚊成蚊密度。治本之道仍有赖民众自主清除或避免青苔的滋生。环保局派人去热区来清青苔，要互乌尾无物件通食，嘛提醒民众出入热区爱穿长手捂含长裤来保护。若是乌尾，爱去斑纹、白线斑纹含鸟刺四脚蛇，拢防列入台湾定看的害虫。台湾的这个害虫这个防治的领域，其实已经没有国界了。全球暖化的关系，台湾不只是有入侵性的害虫，台湾的这个虫类的害虫的种类的组成也一直在改变。运输真发达嘛，互害虫是搁较好去入侵无同国家。就6月初6世界害虫日，台湾环境有害生物管理协会伫台北回浦园区举办以虫害防治做主题的展览，公开防治各种害虫的策略，互需要帮助的民众会当找到适合而且搁有效的防治的工具和服务。记者综合报道。